我好感謝警隊俾呢個機會我可以參加到呢個課程，同埋都多謝港專有咁專業嘅一個平台提供咗俾我，去令我識得更加多嘅嘢啦。最緊要都係多謝我屋企人一直以嚟都非常之支持我去做呢一樣嘢。攞到呢個獎我非常開心啦，冇辜負自己呢一年嘅努力同埋屋企人嘅同埋教官期望啦。藉住呢個機會，好想多謝喺呢個課程裏邊嘅教官啦，同埋港專啦，好 support 我讀呢個課程。老師們都會俾咗唔同嘅心理輔導我哋去支持我哋。我會建議學生嚟港專讀書，因為呢度嘅設施非常唔錯啦，同埋老師亦都好悉心咁樣去照顧每一位學生啦。逐個問下我哋會唔會有啲咩需要啊，或者係一啲心理嘅輔導等等。第一咧，港專有比較完善嘅一個設施啦、校舍啦，同埋有一個優秀嘅師資團隊，同埋最緊要有一個好免費嘅 gym 啊，俾我哋用啊。因為其實如果投考警隊係需要大量嘅體能訓練嘅，如果到時候大家入到呢個 cadet，大家應該心裏入邊清楚，體能係佔咗好多嘅。多謝你哋透過呢30週自己好努力訓練啦。今日嘅畢業禮，你哋展現到學警預備訓練班入邊智勇誠毅嘅精神喺度。多謝你哋過去嘅努力，喺你哋嘅警隊準備、你哋嘅體能訓練同埋你哋嘅思維發展。我相信經過預備班，你哋都有全方位嘅提升，為一個加入警隊做好準備。亦都寄望你哋將來會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嘅人，幫助香港嘅市民。希望你哋努力，多謝晒。知道長官，多謝晒。